即时咱来吟唱，伫早起时礼拜中，咱所要做伙吟唱的圣诗，圣诗第281首。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同心敬拜。咱透过即首诗歌是咧祈祷，咱祈祷上帝讲主啊，求你着即时临在伫阮所伫地所在，阮所做伙组织的所在。因为咱毋是主人，咱袂当命令上帝讲有临在无临在，总是咱要求上帝赏赐。所以到尾咱会唱阿门。这就是一条祈祷的歌，咱来吟一个音，预备来。上帝即是临在，大家同心敬拜，地主民间虔诚喝彩。上帝的圣殿来，大家恬静礼拜，心肝专一虔虔跪拜，都已经被上帝心可怜人宽爱，阿拉里高万代。这是咱搁做伙来献开圣诗第122首。第2首也是祈祷的歌，所以上尾咱会唱阿门。这若熟悉古圣诗的兄弟姊妹，可能拢知古圣诗逐条拢有阿门吼，新圣诗就无。不过这保罗牧师所敬的这2首圣诗，上尾拢是祈祷，所以咱感谢上帝替咱拍破伊的招盘心。一个音就好，预备来，替我破招盘心，予我美伫你内面，你手手插遐袂开，空水流出花甲水。两项讲好我拢爱，写做世心拄歹待。第2站来，我虽然真力着磨，也袂想花到一半，随时晕困无夜难。目屎上老心袂安，可这拢袂俗我做，只有求主耶稣的。请咱陪伴咱的心。各位兄弟平安，主的时间已经到，请咱安静心准备下面的敬拜。
上帝啊，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洁的心，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神。上帝是光，伫伊全然无黑暗。咱若行伫光明，亲像伊踮伫光明。就咱若三角交陪，就是甲上帝以及伊的囝耶稣基督。这是咱三角来吟圣诗，圣诗281首，圣诗281首。上帝是临在，请起立吟全首。请咱犹原徛着，即时来坐读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本着彼拉多前来受苦，定是个死埋葬队伍。第三日对世人中对我就是天，他是全能的爸，上帝的小平，伊要对乡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算是圣神，是我各共同的教会，圣会上空，最下面就配我永远的名。阿门。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第28篇。暂时嘛是诗篇718篇，
我来刻会将来印。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厝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以除师傅所弃杀的石，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啊，阮求你，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要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是咱三到暗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我满心感谢俄你，感谢你赐阮活命甲健康的身体，搁一届到殿里来敬拜俄你。这个寒冷多变的天气内，有侪兄弟因为身体欠安，求主来看顾甲医治。早日互因恢复健康的身体，搁到即摆来殿里来敬拜俄你，阮献上感谢。阮久久祈祷世界会当和平，莫有战争。最近听起信息，俄乌战争有谈判、天前的讯息，阮心着跳俄罗，因为你是听祈祷的主，怜悯的主。阮为这代志献上感谢。今仔日是三星教会为着教会扩建事工来募款，求主圣灵同工，互因所需要的当得到帮助，来扩大福音的事工，互侪侪人会当得到福音。阮为这项代志献上感谢。这时，阮要开始敬拜，求主圣灵临到阮每一人，互阮所听的、讲的，拢会当得到启示甲成长。礼拜进前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这是咱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彼得前书2章第1节到第9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到19节。现代译本是256页，现代中文译本256页，现代译本是504页。现着我来读，所以就弃杀一切歹，一切诡诈、假好、怨妒，甲一切诽谤，就亲像拄出世的婴仔，真爱顺的。熟练的灵，互伊通成长到得到救。因为你已经担着主的仁慈，着亲近主，伊是活石，虽然互人弃杀，毋过上主拣选，看作宝贝。
你嘛着做活石，互上帝用来去做属灵的殿，搁做圣洁的祭司，通过耶稣基督向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因为圣经有记载，看咧，我要伫锡安下一块石，是受敬宝贵的触角石，信伊的人绝对袂失望。这块石对恁遮的信的人是宝贵的，毋过对袂信的人，去除师傅所弃杀的石，已经诚侪上重要的奇石。别位有记载，这块是绊脚石，是互人绊倒的石。因毋顺坦道理来绊倒，是上帝的安排。毋过你呢？你是受拣选的种族，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这位上帝有调恁出黑暗，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来行的人。这是赞美，要请圣歌队。正道，这是咱要请保如牧师来正道，伊题目是做光明的囝儿。真歹势，我毋是保如牧师啦吼。不过我先伫遮来介绍三星教会
以及保罗牧师因为三星教会是马介牧师当时来到南洋边缘的时阵所设立的真侪间教会中间的一间，然后所以照总会的记录，到即摆嘛，甲咱差不多因到今年138年，总是即间教会过去拢一直以来拢真弱小，所以我相信牧师娘应该是我知影吼，即间教会过去以来一直真弱小。保罗牧师对实践大学设计科毕业了后，伊捌做过室内设计，然后后来上帝呼召，互伊的入去到新南医来就读。1998年毕业了后，分发伫三星教会到现在，所以伊伫三星教会到目前已经26档、27档，嘛是三星教会有史以来上久长的一位传教者。保罗牧师是高雄巨城教会出身，上时也受到巨城教会的信仰传统的影响，来培养出来的牧者。爸爸是长老，因为安尼透过咱等一下会做伙听保罗牧师伊的讲道以外，咱嘛会当听到保罗牧师甲三星教会故事。愿咱会当伫今仔日礼拜中，真正参与着三星教会的建堂，上时也参与着因的故事。请咱用陪伴的心，咱拿拍谱仔来多谢保罗牧师伫咱中间。我所敬听的妇人牧师我昨昏伫遐咧想讲，两个人乌，两个人有，两个人五甲乌，真感谢因的听笑，我有机会甲因做同工，嘛所熟悉的陈牧师娘伫咱中间吼，过去甲吴牧师过去即几档的中间伫总议会也伫北极委，阮两做伙同工时常开会，也无拍算有即个机会会通代表三星教会到咱中间来请安甲分享上帝的话。即个自我介绍一个，拄啊吴牧师有介绍一个吼，1872年。1872吼，我要互咱大家倒带一下吼，去历史中安尼倒带一下。1872年，李修牧师，英国宣教师李修牧师为着我的祖先黄乡来洗礼。1872，我是第5代的基督徒。当年鼓励马街迄个福音的推手宣教的推手，李修牧师将马街塞入对淡水河畔入来。淡水河畔入来，开启北台湾的一个宣教。所以头拄讲，1998年我对台湾新学院毕业了后，有一款自我的期待，自我的期待。我毋知我有放入来吼，镜头下的独白，眼前黄昏的观音山水无比，岭头顶台北夜景闪闪烁。淡水河讲袂尽祖先的故事，福音出口尽拼互你，老远大海润得咱心田。真心祈祷，真心吟诗，真意读经，真力服侍敬拜。一石刻一桩遐本土特色的厝体，塑造神学的殿堂。一枝草，一缕花，四季照时通欣赏。福音正声响亮的交代，你我着旨意上帝话说义团。
我想做一个传教者，上解要紧的是安怎样传达上帝话，而且是一世人拢爱牵条，牵条即个话。我毋知影士大人安怎教我号名，我讲那些查某囡仔名黄宝如黄宝玉，我毋是迄个宝玉宝贝，迄个玉是晓如上帝话晓如小玉你要牵条上帝话，所以我就咧想，我的人生、甲我的名、甲我的出世当然我是出世伫一个真传统基督教的家庭，第五代基督徒，伫妈妈腹肚的即个怀胎的中间，就去教会所以你讲要出母胎就竞选你，嘛敢若会使，这是我毕业的时阵的感言，你知吼？感言，感谢的话伫遐受造就甲这过程。当我想着讲迄个洪博的时阵，庆中牧师甲我讲过的话，讲保罗牧师，你以后你毋通伫即个乡村看起来敢若亲像什么人拢无来失去迄个对上帝领受的一个心志。毋通失志，这是庆中牧师我洪博的时阵甲我讲的话。因为看到牧师你伫遮真感动，真感动。真感动，真正有迄个感受到伊安怎样疼惜一个少年的传教者，疼惜。我毋知影咱信仰久了，有去体会到咱家己心灵的需要抑无？你若无感受到心灵需要的时阵，你可能会对着世间的路去行，若是。你会去听上帝的声音、圣神的声音。我要读新人医进前，其实伫补托福、补英语哥哥啦，转来我就要出去毋过许多人也无这钱呢。中油的即个做工仔人，汉茂工厂的技术员，做电焊切割电焊，毋过无拍算，我伫遐咧想讲家己人生，同学嘛有足侪人去出国留学。迄个年，毋过我咧想，到底上帝心意安怎伫你的心上？在信仰的团队到底伊安怎影响一个人人生的一寡改变？我要去实毋是这样简单，耶稣呼召12学生爱因做的一个重要的工课，叫做你先放下落来才来讲，放下落来才来地。咱知影彼得因真歹放下落来，放无啥下落来。所以伫遐掠规暝鱼掠无，其实是为着专注。所以咱讲这样礼拜的时阵，爱手机网络爱小可禁一下因为要专心。但是你若用手机要听上帝话，无问题。利用即摆现代的网络来学习信仰的道理，无遐尼困难。但是你毋免紧张，讲伫遐去开始搜寻，讲牧师即个甲别人讲过，也是烦恼伊毋知对地找来这资料，你毋免烦恼这个因为我头拄讲牧师的心志安怎传达上帝话，咱以后离开一寡会通颠簸咱的罪，咱的一寡代志，包括手边的即个生意也好，你的工作也好，佮包括你身躯的病痛，我即世人倒骹差不多害去因为杨大的医生讲，国科医生讲，你这70岁，结果我都还袂过早，我就要60不过10几年前，要20年我伫台顶上的，讲台顶上，毋通凊彩打遮鱼，因为我假搞去打，推着骨去骨削落，用白去到外口烧酒，白即个脚头有变70岁，本来袂遐凄惨，因为甲青年人拍篮球，一拍几十年的，陪青年陪，所以迄落一定无甲无啦，佮生骨刺啦，佮歪5度啦。阮的细囝温无私出来这青年大汉人拢袂讲，细汉的好人讲，爸开刀，今日开刀，你啊重训，开刀，骹就是安尼下面拍歹去的。牧师没有枕头的地方，加在感谢昨昏我真好休困提早来是对的，无今仔透早来会足急的。
我嘛无互家己有开刀住院的即个时间甲机会。我毋知哦，我毋知啥呐。不过就有安尼。所以咱要起誓，要放落来，要专心专意来听上帝话，无遐尼简单。我知，因为我嘛忝啊放无啥会落来。你敢知影？即马缀伫我身躯边有一只机器叫做电针啊，日本製，食头路，赚的钱可以买电针啊，你买电针要创啥？迄只电针啊，缀伫我身躯边。起做的时阵，我搁去甲伊模拟过一下，搁甲换机啊片，哦，我搁甲个电脑刀啊，搁甲改做平行尺，哦，电针啊，搁会使升降，哦，所以吼，咱看就会晓吼，师傅袂甲你教，老工师傅袂甲你教，我看，我看就甲变出来，哦，所以我做好了查，哦，所以苏巴拉吼，迄规领压起来，我拢塞电针啊，电锯。可以升降，还有平行尺所以我也要做目工因为咱学耶稣做目工是毋是安尼？我毋知。耶稣呼召在耶稣的时阵，因做叫做专注，放下落来，无咱要安怎样？互上帝话来优持咱，来互咱得到奖金，互咱会通成长，甲得到救，无遐尼简单。这是上帝做趣味的，伊的神是咱有伊的形象，互咱会晓知影讲咱心灵欠缺要安怎？找耶稣啊，找天父啊，敢毋是？当咱感觉家己需要的时阵，你的胃口开始扩大，你需要听着上帝话，学习上帝话，你的灵性开始你渐渐成长的时阵，你爱紧甲你的小组长，也是阮团体会长也是班的队长，也是中级，也是重要爱甲牧师讲啦。伊会足欢喜的。我甲你讲坦白讲牧会久久20几年足少人会甲讲我心灵欠缺，心灵需要饱足。牧师，你会使教我安怎读上帝话未？罕的啦，罕的，足罕的。所以你要紧甲你的同工讲，因为迄个时阵你读圣经会非常的享受因为你有胃口大开你开始咧想讲无啦，这材料是足多，但是嘛有一寡方法，但是我的方法叫做你得读得到照三顿读得到读到啥物程度？读到入去佫会通出来，啥叫读到入去都会使出来？你个这个人你忧伤艰苦的时，无啦，牧师，你会使互我一句经赞美，我来从咧上帝话甲安慰，是毋是安尼？你定定咧讲要安慰鼓励人的话。对啊，你用社会话免哪鼓励，罕的啊。但上帝话真正会通真做咱的帮赞。我要分享几首诗歌，是啥？阮的日子，字伤细字我阮的日子记载伫诗篇90篇，咱作识的，所以你若圣经你家己来编，家己来编看卖啊。阮的日子，孝顺日子，孝顺上帝的恩典。圣经读诗篇读甲安怎？读甲足自然，亲像讲话安尼，主啊，你逐世代最阮徛起所在，这个山未生出，世界要为作证。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人世间人着有我倒长，人世间人着有我倒长。因为伫你看千年像昨日，民间的一件大水甲因流去，求你甲是我，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予我得到智慧的心，求你甲是我。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予我得到智慧的心？这是我读圣经弹吉他安尼甲唱出来的歌。读圣经，我最爱听
音乐系实习旅赛图4档无欠1摆。陈茂生老师爱点名，迄学生囡仔音乐系，我过会甲画插画、写评语，所以新人院的遮音乐系学期我的时阵，拢会甲宝玉同学讲，宝玉哥，毋知我这学期有进步无？我讲有进步无？进步你家毋知问我，我一个因素的。我最爱听实习旅赛图，无管你弹的、唱的也是安怎的，就是安尼，安尼唱，安尼读。第二节我无去吟，无去吟。读上帝话足享受的，享受到他什么程度？亲像咧食饭安尼吞落来，得自然会搁出来，搁自然出来。这第二节的束缚的上帝，诗篇16篇，足自然哦，叫做耶和华是我的山野。甲我杯中的分者，我所应的，你甲我高受，让予我的地地真水的所在。我的山野实在真好，我要学咯，甲是我的上帝。咪是我心肠指点我，常常敬奉上帝伫我面前。后壁伤悬。你是我的主，你依我无放弃。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感谢主，咱对细汉出舞台就伫诗班，唱诗班，牧师真爱吟诗，真爱唱歌。不过我的牧师娘更爱唱，因为对高中、对大学，新南医大学拢是声乐，伊不爱帮我拍谱，因为一世人学对位对来对去，学音乐学到足专业的，对不对？作曲作词，一世人做后两曲通去唱，所以我袂使用甲闹气，因为讲的伊的迄落，不过伊搁读音硕，囡仔细汉时搁去读音硕，所以我真后带囡仔。我陪囡仔，只好带囡仔，我囡仔叫做合情合理，但是不合法。因为我昨甲牧者同工分享，个生嘛是查甫的，爱生3个，才会上帝才会赏赐你查囝。开玩笑，不过我的传统，家的传统就是安尼，足奇怪。感谢主，听上帝话，唱上帝话，会互你感受到足喜乐的。当然，你心灵欠缺中间，压榨的中间，过去伫建筑师事务所伫室内设计这工课中间，真辛苦，不止辛苦，我头家是目前教会长老，我伫南部，我甲讲，我要来去读新人院的时阵，是因为你是教会长老娘，迄天去工课场，我咧讲。是应该你听有上帝话，上帝迄落，咱是共信仰的。伊烦恼到袂才袂困的。我讲你茫遐感动，伊长老娘甲我讲，茫遐感动，你若使工课办的，讲无啦，剩无3个月啊，无紧准备袂赴啊，无准备袂赴啊。当然嘛免补托付啊，因为无要出国啊，要准备先来读新学院啊，结果放袂落，放无啥落，无遐简单啊，规工搁咧聊茶，安尼，咱生命需要上帝为满足，需要重新受到启造。所以第一项要甲咱分享，重新启造。伫上帝拯救的计划中间，受启示的耶稣，真做上帝国出角头会出角少，要紧的少。起厝的时毋通凊彩将上帝话甲带落去，你知无？我一讲上帝话，迄手写迄本，我甲带落去，带落去都无人看得到啊！
无毋对啦，奇迹，奇迹，尊贵无比。上帝将救主耶稣放伫人类历史的中间，咱讲2000多年前2025，最要紧的一个所在，要做根基，要经过试炼，也要带来咱的信心。所以咱看彼得认出主耶稣的时阵，伊认出耶稣，毋是讲这个认出这个阮先生啊，阮的夫子，阮的老师啊，我毋是认出讲伊个安那。加利利海边啊，这个这庄卡的一个这个约瑟这目睭的迄个囝儿啊，我乃毋知，毋是，伊认出的是讲耶稣你是基督。咱这个时代讲 Jesus Christ 最简单的，你要甲耶稣伊对等，还是连过讲耶稣是基督车头顶甲搭咧，就要鱼耶稣就变基督啊嘛，无遐尼简单。咱看彼得的人生是失败人生，是倒转去重操旧业的人生，是进入人生经验的彼得。但是对主耶稣佫久，伊无完全，无法当认出耶稣是基督。但是偏偏伫耶稣搁活时，伊认出耶稣是基督。主耶稣就对彼得讲：我要将我的教会起做伫你即个石盘的顶面。什么时阵，咱的性命真做石盘遐要紧？礼拜前东港甲我分享，迄个指示的黄长老来甲分享。对，我昨牧师带我入来，我看一下，也无开电火呢。行到后壁的时阵，我讲这涂较粗的吼。伊早起嘛甲我讲，这涂较粗的，我看我嘛看得出来吼。个设计就是就是一厘一点点无准嘛无当，通过我的目睭，你知吼？用安尼即款的精神来看上帝话，哇嘛会足艰苦嘛会足艰苦咱活伫传统中的这信仰的时阵，咱看代志其实足艰苦的足艰苦的无毋对，是因为咱上帝圣洁公义正直的上帝怜悯的听头的上帝。有没有够准确？我们的好像又很宽，又没有标准，对不对？做难呢？但是认识耶稣是基督，这就是做信仰最关键的所在。主耶稣就将彼得的人生提升到你要真做一个初代教会最要紧的石盘。有人讲伊是主教，我讲牧师的刚进上主教，对，有可能啊。但是什么时阵咱看待咱的性命？教会生命是亲像教会的石盘。教会的起造是伫忠信兄弟的信仰的顶面。你我拢应该是教会真要紧的条件。较毋是讲旧年我牧师共款，拢是中会议长安尼共款。安尼较要紧，我较重要。毋是，那是正人的意思，上帝的意思。彼得将教会譬如做圣神的殿，佮将外照应用伫基督的身上。基督是外照伊袂受死实，袂受着关系，才会安怎协济所以主会佮活。咱的性命嘛是亲像安尼，是圣的殿，是外照。啥叫外照？今仔日也无唱诗班，无唱七书，袂晓吟诗，袂晓敬拜打下，这毋是外照无拜也无选择中级，也袂晓服侍，迄毋是外照做礼拜你的位也用坐着今仔做礼拜一请张请来啦，毋知影也无问，迄位该坐落，结果你袂晓礼拜，有无？我毋知真正是安尼。牧师定定叫你，别人毋叫，拢叫你，你最重要的，外照吗？无拄拄。我伫南洋地区住久26年，进入27。有机会去到出血水的时阵，血水一出的时阵，讲看，你才想到牧师所做的事。这住有够久政治的信仰迄本册甲你讲，一个人伫一个所在住有够久的时阵，你会捌土地语言，啥叫土地语言？你昨有写文书无？啥叫写文书？我听无。洗澡，
洗身躯就洗身躯，洗文书。哦，我毋是姓黄呢，对，我毋是姓黄，我姓黄，软，水真。哦，恁头拄诗班吟诗真好听，真好听，吼，真好听。咱勇气，水长流，信仰我命的源头。新鲜的空气，互咱灵命会喘开，沙石味，逐粒都水。田园甲溪船，分割土地趣味，做神兄真打拼，三星苍也有出名。巴黎沙，生活徛起好名声。多够久无？多够久？我看的几句话。就爱甲写出来，搁爱做歌来吟。我毋知这什么上帝、什么心意，我毋知。哦，虽然我的油画有几百个吼，素描教有几通的吼，我用安尼来表达安信仰。外石，南洋溪水若沙石米，逐粒都水，田园溪船分割土地，无书无遐够，搁安那画油画画图嘛无遐够，因为上帝是上杰出的艺术家。艺术家，所以咱才有法度人通过安尼来分享。巴黎沙，踢一个，互你去到巴黎沙，表示真远的所在。你若无做决心要去到迄个所在，到不了，很远哦。巴黎沙，竹子围起来的聚落形式，叫做巴黎沙北部的话。感谢主，1921年，拢总无去啊，爬报道点，马甲我宣告拢无啦。没有半间，只有留下巴黎沙，就是三星行政地区剩一间。我毋知上帝什么心意，我毋知。第一间实施三甲，最后一间实施淡水，最后一间木花教会三星，我毋知别人讲的，迄兄弟讲的，我毋知。因拢讲你都到遐无到退休就好啊。马街所留的三甲。咱明仔学习彼得甲基督成做活石，教会基础，教会读。佮就出表明基督是教会基础，每一个信徒咱拢爱扮演真要紧的角色。教会通过咱是活起来，表示这个起造过程你我有份。哦，虽然要紧我来募款，因为若无募款，我无机会通出来。哦，我无请人伫教会讲道理，无呢。中州人烦恼讲，请人过来开钱，无牧师搁准备录影好，所以吼，即阵你礼拜吼看我讲道啊，我录好啊，我嘛爱准备讲道啊，搁家己录，家己爱去转去电脑，搁互因放出来，因看我伫讲道安尼吼，不辛苦吼，嘛爱准备呢，毋是免准备，上帝为了说一团，伫起造过程中间。咱兄弟才会通找到真实的家己。伫服侍中间，彼得迄是基督，伊嘛是共款伫服侍哦。伊才有咱找到上帝的心意，伫人类历史的中间的定位。所以我甲青年人分享时，我画条12，画一条顺吼，画顺啊，逐一个12个 ADBC 自前自后。对迄个时阵来看咱，我知影咱伫要进入140年的这个周年纪念，吼，说教纪念。咱嘛咧想，我想毋是翕一个家族啦吼，翕一个家族叫怎样吼？我想毋是安尼啊，吼，是因为你伫迄个有长的中间，哦，我就回想讲第一间实施的教会，哦，广播社讲要出超过100年的教会的历史，三甲教会100年历史我写的，你知道？因为陆清心长老吼，落会到牧师的姐姐。迄阵咪团队呢？黄生，你写，哦，全部拢互你看吼。你写，我就一个人伫咧，无牧师哦，14个拢无牧师哦，淡水有牧师哦，无牧师哦，
一个嘛无，咱伫落实施咱无牧师的教会啦。哇，我感觉做好的迄个反省，反省，也伫找真实的家己。第二项我要分享真实的家己，找到真实的家己，找到家己。今仔日的社会非常高举个人的色彩、甲价值、多元的价值，甲咱亲像啥物拢会使。我若继续我，比如讲，我亲像咧学生时代，互恁看投影片啊、PPT 啊，互你看几百个优惠，你就讲哇，这牧师才会到。我唱10条诗歌，讲你无学过演讲，我拢唔相信。无啦，我都细汉安尼唱歌尔，伫教会。所以，咱真容易袂记咧家己，咱真容易袂记咧，咱爱需要甲兄弟同工，咱需要人帮衬。所以，阮咧活中会时阵，伫参与这公众事务的时阵，公职的时阵，其实就是去组成，去帮衬中会勇行。你要敲找啥物人来做，啥物款的话题较适合。上帝呼召咱完成伊的使命。伊也相关的邀请其他兄弟做伙甲咱同工，将逐人的运数连接起来，所以你茫请我去唱诗班，你知吼？你茫牧师叫唱诗班的，我看有牧师咧唱诗班是对的吼，是爱先唱一个，毋通两个人伫遐唱吼。阮看阮一个同学吼，到即嘛做爱比，你知？做爱去指挥吼，毋是来，毋是三甲迄个我的同学，毋是啊，毋是，抑个做啊嘛里头。会现啊会甲逐首拢要会咧，因为专心讲道理咧，逐首拢爱会小提琴伴奏，从头礼拜从头伴奏到尾。无定迄是伊的运数，不过咱再将这运数互这开来通加倍连接起来，做伙起造上帝健康的教会，毋是无你袂使。教会这个大家庭，只有同心来经营，才会当找到真实的家己。的定位特别伫咱这140年啊，要做这个周年，咱重新开始找，到底教会的服侍，咱会通做啥物货，互伊发挥上大的作用。我昨甲早起嘛甲恁吴牧师分享，我讲到我读册的时阵，因拢带大专的，我嘛是大专内底，啦，教会我咧摒扫，所以我做爱摒扫，我昨甲讲我做爱洗碗。所以你茫讲，牧师来洗碗，你毋茫洗碗，你毋茫洗。对，你爱用较侪精神伫学项无毋对。毋过，你也要叫我摒扫，要叫我洗碗吼，我拢会安怎？我拢会驾轻就熟，我会做喜乐的。喜乐足爱我爱无机会我表演，无要紧，足爱啦，足爱。毋是叫袂行，叫囡仔叫袂行我足爱。伤少地没有成就感。会有步数，是嘛？我分享的，咱就是伫咧服侍中间，才找到真实的家己，上大的作用。每一个信徒拢爱真做圣经讲，彼得先生讲，圣洁的祭司，毋是穿衣服较圣洁咯，是你平常时的服侍行达，你就看起你是圣洁。所以你转去礼拜三转去安那工课场，转去家庭，转去邻里的中间。人看你就是会羡慕，人看你讲话，看你的表现，看你目色，看你各方面，哇，人就感觉讲神圣。圣洁的祭司是通过家庭生活、社会工作、甲教会服侍作为展现的。所以，咱讲将家己一个当作活祭献伫上帝面前，毋是做传教者叫做活祭吼。我叫牧师去，毋是。兄弟姊妹，上帝呼召咱做伙，咱要真做传福音的做见证。所以咱嘛要孝顺讲140年来，到底上帝安怎样伫这盛会中间行起福音的事工？有没有压力？有呢。人讲要来说教会，讲怎我看讲，我一个角度，搁一间对不对？有没有压力？有啊。人嘛咧传福音。嘛刺激着咱安怎样对这社区做宣告，所以还佫啥物教会底选对1年来2摆，顶礼拜2月初5到初10佫完成啊，佫完成，完成佫一提出10几年
一年2摆哦。啊，你偌听3声，我讲做远哦，823做远的所在哦。哦，迄队长的先师嘛是已经教会，啥物教会？韩国啥物教会？2万人的教会，一届出福音队300-400人，在3星其实其中一队，阮甲因做伙交陪超过14档，一年2摆，一年2摆，迄张了票贴落啊，伊家己来哦，人早就到啊，伊第3天伊有工课，我当放袂落，教会丢了。哦，啊，伊因太太做队长，伊讲伊要来。仁川机场落大雪，伊才烦恼我票买啊，啊飞机也袂飞，看要安怎？哦，下晡时伫玉兰就是阮遐较起哩吼，准备要爬山吼，要去太平山的即个山骹啦吼，即个小村落吼，玉兰，伊出现伫遐，伊讲我将家己当作是一个安那惊喜的礼物，感动甲袂讲的，阮1年半无看到伊啊。所以要传福音嘛，毋是遐简单。海坐飞机，你着听票，你着坐飞机着对啊，无你袂到。啊，你无听票，你要安到第3星吼？你无我过来，你要安到？你讲我鼻疼，啊，我遮疼，我迄啦，我无方便，啊，你就到不了盛会，来遮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甲回忆。我们常常自我设限，咱家己限制家己，无度咱徛出一步，服侍一步。所以要找到家己真实的家己，我邀请咱伫这个说教的中间，开始去敲找到这个日数中间上帝心意。以及新的年，咱要安怎样徛伫这个日数的中间来定位家己？阮通过宣教，也影响也带来青少年。虽然阮只有25个，平均25个做礼拜，但是久长10几年来无断过一摆。我毋是伫暑假才在宣教，哦，我是寒假也在宣教，暑假也在宣教，哦，我嘛并别办夏令营、冬令营，毋是，是伫社区的中间做宣教。所以通过安尼留下这水宣教的脚迹，哦。北大150周年的时阵，马偕来台湾宣教150周年的三星教会去5间教会宣教，跨东中、北中、新中，歹势无咧到主中，5间一礼拜去1间，计划出来，无人咧回应咧，啊叫做带马偕啊那。学马街带学生去宣教，slogan 拢做好听，标语拢做好听，结果也无人，对也无啥会教。阮就是安尼，哦，我相信桃园教会嘛是成只马街宣教 DNA 对不对？对吧？哦，好，应该是哈。哦，我嘛咱鼓励咱今年哦嘛来试看卖啊，哦，伫宣教的脚步。第3项，免活出光明的景致。即阵兄弟拢伫教会有受伤的经验，来自教会兄弟伤害真学伫修补。我第5代信徒，我阿爸做长老到退休，哦，到总干事陈牧师，因阿爸做伙做同工，做赢旧城出身。哦，我毋是毋知教会的伤害啊，毋是迄本册家庭会伤人，会伤害人。我跟你讲，请吴牧师。我袂使，我别甲歹功课。像你写一个教会会伤害人，会大卖。我毋是咧说语言，教会真正会伤害咧。啊，毋会伤害，毋知要安怎修补。因为咱吼，像像咱看家己比别人较敖啦。圣经都毋是安尼教，啊，咱看家己比别人较敖。咱受着讲要出黑暗入光明，啊，偏偏拢伫咧黑暗的中间。哦，黑暗的历史的中间，咱毋通搁再落入，社会教育就是帮咱搁再落入，哦，敢若顺回咧，这无好的文化，落入对立、纷争、拆离、伤害、落亡的内底，你很难挣脱吼。这恶哦，这恶，教会也是安尼。法国文学家一个雨果文学家伊写的这个《悲惨世界》这本。作品的内底有记载一个人，叫做 John Ruskin 约翰霍尔金约翰。
约翰真细汉的时阵就是做孤儿啊，因为老爸真早就过身，啊，伊只好投靠伊的阿姊甲姐夫，阿姊不了生几个生7个，啊，七个这子女吼，暗时啊要困，无物件接，暗时啊枵吼，足艰苦，困袂去。好，阿姑吼，阿姑，你互阮食，你互阮食，你找物件互阮食。哇，伊袂动的咧，啊，你真鸡咯。看到即个迄个芳店吼，橱窗吼，哇，啊，佫有杂项的即个芳吼，也袂少，因为法国吐司是甜国国，无啥会歹嘛吼。法国棍吼，欧包吼，哇，他手甲整落去咧，流血流滴，啊，甲遐芳人甲收挂转来，哦，啊，子女食较欢喜甲，透早警察就来啊，就甲哭去啊，因为啊，无人教，无爸母教，对细汉就会偷摕。啊，得惯切，得定再还，一再还。哦，结果愈做越愈大，吼，细汉偷班部大汉安怎？啊，偷班部的偷看牛，吼，愈做愈大，愈严重。结果安尼吼，就愈做愈大，互扩起迄个船啊，船舱，法国的迄个军舰吼，啊船啊，大只船啊，啊伫迄船舱吼，啊搁上脚口，对不对？我咧倒走，啊只会使伫下边，咻过船。啊，顶头啊，法国大革命的这个背景，哦，炮弹就牵来牵去，吼，啊牵来崩咧，顶头官兵过来，小艇过来先走啊，迄边咧，昏死的吼。不过19年久吼，无死咧，但是嘛，毋是公营倒转来，吼。你捌听过？滴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滴答答，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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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滴答答答答。我咧讲啊，音乐是安尼哦，你也用交响乐甲走落去哦，走太多我哼的这吼，我塑造考出来，所以毋通凊彩用音乐，因为音乐会感动人，上帝话嘛会感动人，哦，因为遐走落去，我就想着约翰霍尔金啊，你知哦？迄背景啊，就是毋是伫凯达格兰大道哦，摕手机啊，哦嗨，讲个什么货，太阳花还是什么货吼，你要知影伊的背景啦。迄诗歌音乐的背景，就是像雨果的《悲惨世界》所记载。约翰倒转来19年久，倒转来故乡出家甲，伊的心变非常的公义，亲像一只豺狼。你捌看过迄个金刚狼无？飘来剑剑，真假？我讲迄就是约翰霍尔金啊，迄就是约翰啊。你描写约翰，亲像一只豺狼，啊！要食一个物件，无人要卖伊，无欢迎；要做一间仔寮啊，那大厝，细间厝啊，那大，无人要注意，不受欢迎。倒来故乡呢，但是迄天的教堂头前的门开开，伊行过教堂头前，这个牧者甲约翰嫌着，约翰，哇！足久无看到你啊，哦。啊，毋过我看起来你非常野生、妖哥、太哥、垃圾安尼啊，毋是足帅吼，拢无拼，啥物拢无整理吼。来，你来，约翰，你来，我有煮一寡物件吼，今仔暗算吼，甲我做伙食，哦，毋通客气，这是基督的厝，你是我兄弟，哦，教会当时变你是我兄弟啊，哦，基督的厝，你是我兄弟，毋免去，甲我做伙食，啊，食了后来。约翰，像我昨来安尼吼，牧师拢爱做这个工课。来，你房间伫遮吼，后啥物代志较嫌吼？啊，我房间，我房间伫遐吼，我代志较嫌。约翰吼，困的时暗头啊吼，拧骹尾，将遐刀叉银质刀叉拢甲收挂，做伊走哦，所以看呐，会使搞牛看甲北桥啊牛。时不改色啦，就是未改变嘛，搁淘汰。啊，你甲款待嘛是搁淘汰，吼。结果这个牧师早起搁传早顿啊，吼，上早起传早顿，啊莫叫，免叫啊，吼，物件欠真多啊，吼，欠真多。所以牧师食早顿的时阵到一半，4、5个警察过来啊，将约翰铐来啊。阮合理怀疑你昨有经过教会，就无看人影，吼，你昨夜看我吼。看调监视器，牧师来到桃园教会，来就无看身影，对不对？食饭到出去，
合理怀疑，你这物件一定对这饕餮、对牧师这饕餮，因为遐较高贵的人用的物件，一寡，约翰紧张甲皮皮抓咧，这声若佫哭咧，关入去吼，会关到安怎？生杀母足紧张的，上帝赏赐这个牧师有智慧，甲伊讲，甲警察讲，约翰，你哪会遮无头神？这个金色的烛台会使卖1200块法郎的，足价值的。啊，你哪会无头神？这无客气，这我嘛送你的呢。啊，先生啊，这伊毋是饕餮啦，这拢我昨送去的啦。伊来直接我做人客无毋对啦吼。约翰讲，我敢真正得到平安啊？咱圣经讲你通平平安安去。我毋知咱咧传福音讲，耶稣爱你，你毋知真正爱伊无啊？是耶稣爱你，又不是我爱你，我必须要付出。圣诞节，圣诞快乐！救主降生，要救主圣诞，恁快乐，我若无快乐啊！愿你平安，耶稣是毋是安尼讲？拄着彼得神学生时，愿你平安。咱你人祝福平安哦，真正有平安无？你家己心内无平安，讲人平安，嘛怪怪。约翰无平安，但是。这个牧师甲讲，你通平平安安去。你若欢喜留落来，教会真需要服侍。你毋通替我报复啊！咱会通做迄分团单，咱来夹大家吃，咱会通做迄个啊，教会事务啊，足侪。啊，你要摒扫，免逐顿拢我煮，你嘛会通煮，对毋对？教会服侍，所以我头讲的，你伫服侍要定位家己，拢真侪服侍人做，无差一点我一上帝。你欢喜留落来，甲我同食。同工，你若歹留落来，你通自由，因为你平安啊，你通自由平安去。会记咧，将这钱淡薄的钱留落来，好好去运用，真这一个有路用的人，有路用的人。这四门约翰，你是我兄弟头拄仔讲的，这四门永远为着你开，福音的门。毋通袂记住你答应过我，用这笔钱做一个诚实的人。约翰，你无搁再属伫邪恶，你属伫良善，你属伫良善。我已经将你的灵魂买倒转来，将你对黑暗的思想中间抢救倒转来，然后将你交予上帝。佮讲一摆，约翰，你无搁再属伫邪恶，你属伫良善。我已经将你的灵魂买倒转来，将你对黑暗的中间抢救倒转来，怨恨的中间抢救倒来，然后佮将你交予上帝啊！咱的此刻看卖，约翰安那活倒转呢？不是饱足哦，毋是听爱餐、圣餐、迄个福音餐会，食甲饱嘟嘟哦，足欢喜的哦。我知影兄弟做爱即款文化哦。嘛毋是洗文书哦。昨我烦恼讲，毋知这开了，毋知有烧水也无安尼。我甲真是，毋是因为你有通去洗浴清气、身躯清气哦，烧蝙蝠哦，毋是换新衫哦、新人哦，毋是哦。嘛毋是有通困过一暝恢复精神哦，拢毋是。是因为伊根本就是一个无救的人，没有机会，人家不给他机会的。但是偏偏伫这个时阵，伊领受到真正的照射，这就是咱信仰的精神。接他以后，伊重新会通搁一摆来成做一个自由平安的人，是得到完全的照射。最后所讲，人看见着我就看见悲上帝，毋知人看见着咱要偌济上帝形象啊！亲爱的兄弟，我们还有多少有上帝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后所讲，人看见着伊也看见悲上帝呢？毋知人看见着你，会通体会什么是良善无？是好是坏？知影人生正确的道路无？知影侍奉的能力无？做咱父母的人，你的细囝伫倒位？你讲，我知影从教会文化啊时代来，我爱因都吼，大家带就双薪，就真辛苦，囡仔就爱读册，就爱去考试，就爱落雨水吼，我奉献吼，我来做礼拜吼。咱知影咱即个兄弟是为着咱的囝儿孙，希望伊嘛会通受到祝福。我们替他奉献，
我们替他服侍，我们替他礼拜。但是做老爸老母的爸母的，你的囡爱伫倒？做老师，你的学生伫倒位？伫社区的学校啊，进出嚟咱的主日学啊，伫遮哇，伊就结出讲桃园教会之光吗？我想毋是安尼，你学生呢？有人现在感受咧，感觉啊，伊主日学咱捌教过伊，哇，真杰出，我们叫沾光，哈，沾光。我想毋是安尼。做头家，你的工人，你的员工咧，你若到遐疼惜伊，关心伊的性命，关心伊的家庭，你的表现，若毋是伫工课场、伫周间、主日嘛是共款。我想伊会甲你讲，头家，我会使请假的。你请假，你要工作，你要请假，咱公司礼拜无咧休困的咧。无啦，我真正需要请假吼，因为吼，你平常时真疼我，我想要来去教会，恁教会看卖啊看。啊，来敬拜上帝，啊，你袂感觉做伟大，做见证吗？啊是啊，礼拜照常爱趁钱，因爱做工，啊，咱伫遐服侍，安尼祝福我嘛想无。做牧者的你的羊群呢？可以辨识他们的声音吗？牧者爱捌羊群的声音，羊群嘛爱捌牧者的声音。嘛是心声若定咧，你叫人看见着你，看见白上帝形象无？主耶稣为什么爱死？是当咱搁做罪人的时阵啊，毋是咱家己行恶，家己好势，啥物各方面咱无欠亏啊！继续叫今天救主降生圣诞，啊来个受难，搁来个迄落，是咱家己爱进入迄个中间，被众人死。下面我要用最后一首诗歌，甲大家勉励啊，去想要必须训练的时阵啊，雪山级一层楼吼，北海道啊，阮全家有去，啊无法当准备道理吼，转来就爱讲道啊吼，无你休礼拜吼，啊转来就讲道啊，遐领袖我甲牧师就讲，要必须拜六的青少年的，我开始要讲，对迄阵讲到即阵吼，爱做 PPT 都爱讲，就来感动。拄好是少回师扬的这首诗歌的《路加福音》15章第4节。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紧张，撇下99只羊，去找那失羊。从黑夜找到天亮，主人快来救我！谢谢你没放弃我，不再着急走。找了酒，欢欢喜喜扛回家。告诉邻居同亲和，死羊已找回来了，神看你很重要。从黑夜找到天亮，主人快来救我！谢谢你没放弃我，不再着急走。这是我为了要必须 Memory Bible in Game， 很简单的经文，但作识的经文是安尼，上帝咱有迄个感动，将伊诚做诗歌啊吟出来。会记得约翰安那活倒转的，毋是巴足，毋是清气，毋是烧脑，毋是互人接待，毋是，是心灵完全的得到接纳甲饶赦。上帝也帮助咱，会通呼召咱伫新的年，真正会通进入光明的中间，毋通搁再落入即个伤害、疼你啊，即个纷争哦，糟蹋即个罗网的内底，互咱真正咱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款式，有一个新的价值，互咱重新会通看见即个价值是咱真实是上帝的儿女的名分，同心来祈祷。听同的上帝感谢你用上帝话搁一摆来普天也有赐阮，
因为阮知阮伫你的话内底，才会通得到权柄、甲气力、甲意志、甲定心出发的能力。感谢主，你带领唐教会140年久的宣教的脚步伫遮徛起。虽然阮领受最丰富的资源，上帝祝福甲人业，总是阮也看见最需要阮踏出，将你救恩的福音，搁一摆到伫痛痛、失落、甲悲伤以及需要的社区的人的中间，主你帮助阮开阔阮的眼界，伫主你福音的事工的顶面，阮有份参与啊！伫中会、总会、中会以及其他的集体教会。感谢主你，互阮会通有一款定心、思考、出发的气力。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免。下面有短短。的歌声。短短的迄个影片，吼，咱来分享。吼，厝顶总订番，吼，订番伊甲伊知水泥遐，伊个即摆咱江南版，吼，总食，吼即届本来2/3煮饭，2/3后壁，佮空哦，吼，咱谢武定就空到底，吼，空到底，吼，来1887年伫阿里赛迄个所在已经有第1位洗礼者。若要规个三省来讲，也嘛算三省的一个处境吼。阮建堂将近计划10档吼。你头前看到这是新的部分，早着登记到登记财团法人经历这10档，阮有侪的脚步期待真做宣教的一个纪念啦吼。因为长老有献这个白色的这地的土地，差不多进教会的3分之的业，按将伊起来，起来要真做一个宣教的基地。阮借款的过程有甲财团法人借500，甲新楼借600，兄弟借100外，要200，所以总共是欠1200万左右。整个的过程建筑是2220万，内装甲设备是1300万左右，所以加起来是3500万。这个1200万借了后，2300几万是募款来的。这种一定交付清楚。起厝爱起伫石盘顶，也我家己本身当然要看图。伫起厝中间，就亲像三脚狗咧起，牧师共款我同学。我拢伫上悬的所在，营界上悬的所在，因为我看工课的敏感度，所以我并无惊吓，并无惊吓伫上危险所在。这2楼是这个副堂的所在，是多高人会使一落的。一个建筑体最要紧是这个共学厨房，伊其实唔是要煮爱餐，伊其实是伫宣教顶面最要紧的。这是地下室，无偌大地，迄是福音一个青年人儿童上爱的所在，也使用度上悬的所在，伫地下室，叫地下室。这是礼拜主堂伫主日礼拜中间这青年人其实一定会拢伫社会，也已经有新学生，已经做传道书嘛有一定嫁娶有细囝，因两个搁再带因的细囝来到教会。你会看，这拢第一代信徒，你会晓看，只有2个有受洗洗礼、健身礼，剩的拢无。所以你会讲这几10档这青年人谁有法当去宣教就是一步一步继续陪伴因，嘛通过外国韩国的这个团队来激励因，激励因。这就是阮咧做的这个事工，这就是我头讲的带鹅妈街带学生去宣教的脚步。这伫2022年，阮去5间，我相信北大的教会差不多无人安尼做，无，我知影是无，这是去到花莲，阮会去偏乡，有前年啦，前年捌去东势，有啦，你嘛算得着，走到东势我嘛去阮自己的教会，去做宣教，阮就是带安尼，你会看平常时社区是无人的，你要共传福音，毋知影传，但是因的社区的囡仔就是有遐济个，阮去至少6档，那规个。花莲至少超过8档，伫遐做宣教的脚步，大家书记，
期待这个教会起来了后，会通真做一个宣教基地，是青年人会意爱伫迄个所在来受到培养吼。这是阮的差不多募款的需要吼，1100、1200左右吼。我还会图捌做过胖咧募款，即摆今仔有走一寡葱仔饼哦，有一寡福音的树吼，一个种子若无落土死，袂结出果子。三星是个老长，60名半圆结实，佮再无生，这就要靠上帝恩典哦。祈祷一个心的部分，拢总是牧者，基拢是教会。叶啊，差不多是兄弟甲各界吼，斗相共，一片叶就是一个对上帝领受的心意哦我未来，恁桃园教会名一定伫顶头啊，一定伫顶头吼。感谢主，互咱有这个机会，甲大家参加勉励甲学习，感谢，多谢。这是来吟圣诗。圣诗722首，圣诗722首，替我拍伴照半身，请起立金转手。请坐，这是来奉献，请简修入之士、陈世颖之士来书献。请起立唱奉献的歌。
请咱大家来祈祷。至尊至圣慈悲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你也恩典满满伫阮日常生活中。阮感谢你，即时阮来到你面前敬拜阿老，同时阮也奉献淡薄的金钱，要做教会福音事工的运用。愿主你亲自来活力。阮安尼同心祈祷，是奉主耶稣圣尊名求，阿门。兄弟，请坐。这是来报告，在报告之前，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弟来读两遍。这个石对恁遮信的人是宝贵的，毋过对未信的人，起厝师傅所弃杀的石，已经诚侪上重要的奇石。彼得前书2章70，请。其实，更加做技巧。这个石对恁遮的信的人是宝贵的，毋过对毋信的人，起厝师傅所弃杀的石，已经诚侪上重要的技巧。请掀开旧报第一面。本周事方甲下周事方名单，请兄弟来看。第二页小组聚会甲奉献部分，请兄弟来看。奉献有订单，请用办公室还是中心台更正。咱掀开周报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欢迎3000教会黄宝如牧师来本会正道请安报告。为着3000教会礼拜堂扩建事工大道奉献，礼拜堂外口有义卖葱仔饼，1包200块，请兄弟大家来支持。传道部伫中昼12点半伫七国营要召开会议，请部员出席来参加。下主日2月3号要召开2025年会员好会，2场礼拜合作一场。伫9点30分开始，9点30分开始，请会员踊跃来参与。财务部伫下主日中昼12点半伫七孔教室要召开，请部员出席会议。教界消息，3月份祈祷会为着教会140周年祈祷会，定伫3月初1拜六暗时7点，伫6楼副堂来举行。邀请兄弟同心来祈祷。妇女团契定伫2月23号中昼12点半，伫4楼礼拜堂要来练歌。113年第一学期的礼学金申请，请申请的学生摕着成绩单、影文本、甲相关的文件，甲6楼办公室来办理申请。截止的时阵是3月9号才截止。具体消息方面，本会陈建州长老的第二查某囝陈胜庭甲林宗义弟兄，伫3月8号拜六上午9点半，伫同教会4楼礼拜堂要举行结婚感恩礼拜，邀请观礼，为着新人来祝福，并为着婚礼筹备大道。礼拜后下午。伫皇家威庭维多利亚餐厅要来要来设宴社，请要参加的人伫4楼公布栏来登记，登记到今仔日来截止吼。教会消息，总会教社部伫228纪念礼拜。时间是2月22号拜六9点到11点半，地点是伫大安教会，对象是牧者、中级会友，每场有60个人，报名是免费的，请到办公室来报名。
补充报告：新竹中会商业部要举办中越岘港巴拿会安5日游啦，时间是伫5月19号到23号。欢迎兄弟嘛要去的，向真叶凤姐妹来报名。报名时间截止是伫3月20号截止，名额敢若64名，费用是35000块。新竹中会妇女团结公布会伫3月7号拜五上午9点半伫嘉南教会举行，请踊跃报名，请向苏依林执事来报名。大多数项请会长家己来看，请兄弟家己来看，这是牧师来补充甲报告。来，我补充报告几项。后礼拜请咱特别的日子，咱后礼拜是一场礼拜尔，9点半开始，咱后礼拜要透过会员合会，咱会调几会员合会来关心教会，转来这一档的时间，求上帝赏赐，互咱咱这个开会，基督徒的开会，甲路口无啥共款，咱毋是要亲像战场共款互相相拼，咱是要透过安尼来关心教会所要做的事工，以及线来咱的教会要安怎行。求上帝帮咱夫妻透过，所以要请咱兄弟姊妹的做伙来为着教会祈祷，也做伙来关心教会，做伙来参与，这是头一项。第二项我搁一遍多谢三星教会保育牧师保如牧师，伊会当去到三星啦吼，三星我想是上帝特别的呼召加祝福，愿上帝特别甲伊做伙伫地，咱拍拍仔来，多谢伊今仔日分享。上尾几项的吩咐吼，就是交代，迄个后壁今仔日只有剩我大知应该是有剩32分尔啦吼。咱若有要搁咱因为的不如牧师嘛，毋知影咱教会反应安怎，所以伊只有寄36分，即摆已经剩32分尔吼。所以咱若要买欢迎。伫礼拜后会当去到后壁遐来准备，上尾要请小会员共款伫礼拜后集合去到迄个文光长老遐吼，咱小会员会当讲要试驾吼，所以不要紧，毋是长仔饼啦吼，愿上帝帮咱夫妻，互咱教会真正有上帝特别的稳定。上言391首，上言391首，何乐天顶主宰，上言说，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金转手。感谢主你的呼召，互阮出黑暗入你真实光明，做你真实光明的囝儿，也互阮会通脱离迄款疼你伤害、甲纷争的罗网的内底，互阮重新看见家己的性命的价值款式，以及会通互阮展望新的年，伫宣告140周年的中间，领受上帝的恩典，搁再跑走福音的工程。愿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天父上帝大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帮赞，甲恁三个同在，
到永世大不尽。阿免。阿免，阿免，阿免。田乐麦岛平安日。平安日，请兄弟互相请安。